法定最低工資實施後，5月底6月初會第一次出糧。勞工處喺網上推出最低工資參考計算機，幫僱主同僱員計下人工係咪達到最低工資嘅水平。只要輸入每個星期返工日數，有冇長短週，每日做幾多個鐘，有冇超時工作，然後輸入嗰個月嘅人工，選擇休息日或者非工作日有冇薪，食飯時間有冇薪，咁計唔計埋入工作時數，計算機就可以計出嗰個月最低工資係幾多。如果未達到水平，會計埋個差額，仲可以列印報表出嚟，睇清楚條數係點樣計㗎。勞工處話，計算機涵蓋大部分行業常見嘅僱用情況，用嘅時候要符合一啲假設，包括工資以1個月計，每日嘅人工一樣，每個工作日都有工返等。當然啦，實在嗰個數字係有幾準確咧？頭先我講過，第一取決於佢有幾輸入嘅資料有幾準確啦。第二方面咧就係話有一啲嘅計算咧，其實係要按嗰個僱傭雙方嘅僱傭合約嘅啲條件去定嘅。例如舉個例，休息日究竟嗰個法例就冇定休息日人工係點樣計法嘅？佢嗰個僱傭合約嘅條款係比較清晰嘅話咧，咁用我哋計數機咧計出個數字咧都會係好準確嘅。市民可以喺勞工處或者政府一站通網頁揾到呢個計算機，有查詢可以打勞工處24小時熱線27171771。